如果喺租約期內啦，個單位發生火警，甚至令到間屋可能燒咗，唔適合居住，作為一個出租單位嘅業主啦，租俾租客嘅情況下，如果遇到呢啲情況，應該點樣處理呢？咁如果純粹係物業嗰個結構或者可能一啲損壞嘅情況，咁呢個可能業主同租客雙方要睇翻個租約條款，去點樣去恰當咁處理啦。假如呢個火災啦，個損壞程度唔係好大嘅，可能簡單，可能燒咗少少嘢，需要油翻油啊，或者可能簡單嘅維修可以處理到嘅，咁業主同租客當然可以好簡單去揾師傅安排翻個時間去維修翻啦。咁但係有啲情況可能個火災比較大啦，咁變咗個物業咧，其實可能都未必適合居住嘅，可能一啲鋼筋可能都已經燒到變咗形啊，個門口可能都燻黑咗啊，甚至閂唔到門啊，或者可能一啲地方已經可能已經燒到使用唔到啦。業主嚟講啦，佢未必真係可以履行到個租約上面嘅責任，業主未必提供一個可以合適居住嘅環境俾個租客啦，租客亦都冇辦法使用嘅。一啲比較複雜少少嘅租約咧，其實都會有一啲條款，可能係處理呢啲情況嘅。租約上邊我哋叫 rent abatement 啦。咁喺呢啲情況下，佢都會既定翻一個情況，如果個物業未必適合到嗰個租客去使用咧，咁業主可以喺呢個情況下俾翻一個可能租金嘅寬免啦，或者甚至可能一個終止條款俾個租客去退租嘅。咁如果市面上嘅租約未必話真係有一啲可能律師樓預備嘅租約咁涵蓋得咁多條款咧，咁業主同租客其實雙方都有可能都需要坐低去協商點樣去處理呢個租約啦。因為從業主角度啦，佢個物業始終都損壞咗，其實應該要盡快攞翻嚟去做維修嘅。咁維修期間租客其實都未必可以使用嘅，咁所以可能都需要清空間屋啦，等個裝修公司可以重新去翻新間屋啦。咁對於租客嚟講，其實物業都損壞咗啦，其實佢都未必可以真係用到嘅。咁所以其實大家可以協商翻點樣去處理呢個租約。最好方法可能傾一傾，提前雙方同意終止租約啦，甚至可能俾一啲免租嘅安排俾個租客，等佢可以去考慮咯。咁第二個層面啦，其實一個火災發生，另外一個都需要探討就係個責任問題啦。究竟呢個火災個責任誰屬啦？如果純屬意外，未必係業主或者租客嘅，可能第三方，可能樓上單位牽涉到自己個單位嘅。咁呢個就未必關個租客或者業主責任事，純粹一個意外啦。咁業主可能同租客可以好似頭先所講啦，要協商點樣去處理個租約情況，去維修翻間屋啦。咁第二種情況啦，可能關業主事㗎啦，因為業主喺個租約嘅責任上咧，都會提供一啲可能固有嘅設施，例如熱水爐啊，或者一啲電器啦。咁呢個情況咧，如果真係一啲業主提供嘅設備，因為可能一啲老化嘅情況發生火災啦，咁業主可能都某程度都有一個責任去幫租客去完成翻呢個復修，甚至可能解決翻個租約嘅問題。咁第三啦，最不幸咧，可能係個租客個使用不當啦，例如可能佢食煙啊，或者可能唔小心可能點嗰啲香燭啊，或者一啲雜物燃起呢個火警啦，咁導致個物業有個火災發生，甚至損壞咧，咁呢個可能就需要係個租客負上責任啦。咁所以當呢啲情況發生，可能都要大家去研究下個責任誰屬啦。